为了提升台南市偏乡交通的便利，市府这几档是积极推动小黄公车服务。除了原有的这条路线以外，现在更是将服务版图再度提升，在龙家区5个里增设了预约式站牌服务，让社区民众透过事先预约的方式，就当叫车，让偏乡长辈出入更加方便。非常好，安怎讲？方便。啊，伊比这山区拢是老人。小黄公车是方便，拢老人的居住，所以公车路线就方便。透过小黄公车提升偏乡交通，现在更是增加了预约式站牌，和服务的范围会当更加扩大。其实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预约站牌，但是对于我们山区的民众确实很重要，因为山区地广人稀，要叫小黄公车到底要在哪里而且能不能预约，怎么样做其实都很不方便。小黄公车已经比一般公车方便了，但是如果能够有点扩充到线，由线延伸到面会更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预约站牌就会离你家比较近，那你在家里打电话预约，那到那个站牌等小黄公车，对小黄公车也方便，不用到你家来，对你也方便，直接在站牌上直接就跟预约小黄公车。我觉得其实能够让偏远的民众也让较方便，坐公车较顺速。虽然是坐客运车，不过收费确实甲台南公车同款的标准，非常的优惠。预约的方式是前一天的下午5点钟呢进线来预约，或者是利用我们大台南公车的 APP 来预约。那这个可以搭乘时间是隔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的10点。那费用呢就是跟我们大台南公车的费用是一样的。有基本里程28块的免费，另外是敬老卡、爱心卡就完全的免费搭乘。那欢迎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多多来利用。请揭晓！哇，咱们肯定也全力用国旗登记咱的预约站牌。市府目前已经在龙家区设置5处的预约式站牌，为偏乡长辈交通带来便利。另外，若是地方对这项服务反应好，交通局未来也会在其他区域规划预约式站牌服务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